照顧別人前，先自己得利。喺上個禮拜災難翌日，雨木室為醫院同工舉辦咗一場祈禱晚會。喺沉重嘅氣氛中，一出名為《可可嘅快樂傳說》嘅獨腳戲，為我哋帶嚟咗深刻嘅連結與感動。故事裏面，主角可可性格樂天，佢冇因自己嘅膚色而感覺不如人。當冇朋友同佢玩，佢就揾小動物作朋友。原本佢以為自己力量微小，後來卻發現自己嘅眼淚竟然有療愈嘅能力。直至到大饑荒來臨，善良嘅可可願意融化自己，成為食物拯救村民。媽媽就輕輕咁摸咗佢個頭，講：傻女，你嘅日子仲好長啊！嗰一晚，媽媽手持火把，獨自上山燃燒自己。溫暖嘅可可漿從山頂湧流，滋潤全村。黑夜過後，綠草如茵，故事就喺輕快嘅歌聲中落幕。回到真實世界，捨己都需要分階段而行，先至唔至於喺人哋需要嘅時候倒下。喺衝擊期，災民處於震驚與混亂，需要嘅唔係辯證，而係安靜嘅在場與代禱。英雄期，幸存者或者會表現好亢奮利他，聆聽時需要謹慎，避免過度強調神蹟，並留意裏面可能嘅內疚。蜜月期，外界援助湧入，氣氛團結卻短暫，真正嘅考驗尚未開始。幻滅期，鎂光燈撤去，現實嘅痛楚浮現，哀悼與憤怒驅來。呢個係最漫長、最消耗嘅階段，需要長期委身，容許情緒，唔好咁急於辯護。重建期，陪伴受創者適應新常態，給予空間，設立清晰嘅界線，耐心同行。喺呢5個階段裏面，幻滅期係最受挑戰，我哋需要長期支援，記掛受創者，以同感心承接眼淚，同時間亦都要警覺替代性創傷係咪悄悄咁侵襲自己，適時尋求同伴與輔導，先至可以持續照亮他人。正如經文所講，光照在黑暗裏，黑暗未曾勝過光。喺約翰福音1章5節。